那我们从这边拉玛当公布讲培养了，恰恰了，看给老者这米真正引导那么大热些，经验推广这些事情，你给托啊来帮助，看到西边尊让么人面头都爱去思维，著作功劳不计大字，演了出去杨天松。主打切着女木年龙来给家住追在近，马里没事东爱牛今年就在日天南，对年他进社区他说原点绿洲也是托一个，就差就当就你现在大陆没事将培养了对。我妈的，我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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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我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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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我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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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天去去了我是去大陆的木门把รับเส้น呢。噶当电锯雄鹿多把耶，罗着宝贝那我在图是。那我们今天上到第21课，录在你记吧，录在你这记，录在你记。第21课我们要上的是什么呢？今天是要8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它是属格。第五个就是从格，有从格的助词。那这个从格的助词呢，在说网论的基础里面怎么说呢？他就说乃来中国格对的，乃来中国格对的，中国我啦看家头，我啦看家头，日团干呢美团来，美团来，对了，乃着可那足，乃着可那足哦，乃来这两个属格第五个呢，它是从格助词，它有两个助词，哪两个呢？就是乃来，拿啥乃，拉啥来，这两个。那这两个助词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什么呢？是窘控，窘控就是从格。窘其实窘就是有得到的意思，一般是有得到的意思。如果是控，是从哪里得到的，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哪里取到的，所以那个是控。窘就是我得到我们通常会讲到说你有什么证据拿出证据来控给学所以窘控就是任何一个事情所从哪里得到的，像这个水源是从哪里这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这个水，所以用这种的言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用到这个乃或者是来那从格呢，这两个助词是从格的助词，拿啥乃，拉啥来，就是从格。那这里有个 gar 它又分成garo 的 do 吧，是吧？这个 garo 呢 ，gar 指的是一个比较，它是比较。那比较里面会分接下来会讲到的在这个后面的记诵里面知道，我们就先知道它是 gar 就是比较。那个 do 是起止，
其值就是从哪里到哪里，是不是？从哪里到实际地点的话，就是从哪里台北到高雄，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台北呢高雄爬了，我们会这么说，所以这是一个其值。那时间也有从1点到3点，这也是1点是其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do 吧是属于这边讲的其值，而我是比较。这个重格呢可以分比较的方式，也有用其值的方式，用到这一类的句子里面都会把这个 ne 跟 le 这个助词都会运用在这种句子里面。那总共我们刚刚讲到是重格，那重格也有一个总共就是真实的重格，还有一个就是非真实的重格，也就是丝重格吧，我们问类似的重格，什么叫类似？比方说我们接下来会那个譬喻里面会讲到，但是我们在这个技术里面简单的讲的话，总共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些羊毛是从哪里来的？羊毛是从羊身上来，对，从羊身上取得的羊毛，这是怎么呢？就是真实的重格，因为羊毛是真是从羊身上得到的。那如果是因为有个真实重格，现在我们讲的真实重格，所以有这样一个真实重格的句子，它要运用这个2个助词是 ne le， 是吧？比方说我们讲的是look， 我刚刚提到了 look， 是不是 look ne pe穷鹿呢培穷，所以说是鹿呢培穷是培就是羊毛嘛，毛，鹿就是羊，所以从那个毛是从那个羊所得，仲用了个呢，你也甚至可以用拉萨列，鹿呢培穷。这2个都可以用，这2个助词，所以这边提到的说，总共为了강자的任意，你用呢也好，用le也好，任何都可以。那有些地方是你只能用le，有些地方你不能用呢。但是现在这边所讲的是，如果是真重格的话，真实的重格呢，那你这2个任意可以用。你用ne也好，用le也好，2个任何都可以用你自己选择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提到说总共为了강자就是可以就是就是运用嘛。要是你运用是你강就是任何，哪一个ne或者是le，这2个都可以。假如 to 就是可以的意思，就是你用ne也好，你用le也好，2个都用什么都可以，就是look ne培穷或者是look le培穷，2个都可以。return干呢return呢，这边我们有叫过 gar， 对不对？ gar 比较，所以这个比较呢，它有2种，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所以同类的比较我们要用的助词 ne le 二者之间呢用 ne， 异类的比较里面我们用助词是 le。 所以这里呢
就已经不是任意可以用了。同类的比较你要用呢，异类的比较用来这个句子。什么样的比较？比方同类，人与人之间比较的话，台湾人比，台湾人台湾好，台湾里面吧，高雄人比台湾人比台北人好，两个都可以。高雄人比台湾人黑，或者高雄人比台湾人热情，两者都是比较。那比较的两个都是人，对不对？所以这是同类，同类啊，同类的比较，就是说，同类的。就是说台湾闽南呢，台湾的闽南呢，高雄拥有哪三呢嘛？台湾的闽南呢，高雄的闽深山，台湾的闽南呢，台北的闽，相对高，比较白啊。台湾的闽南呢，台北的闽，相对高，就是在台湾人当中呢，台北人皮肤白，台湾人当中呢，高雄人比较善良，比较热情，所以呢 ，return gar 就是所谓这个同类的比较。同类比较是哪三要用的助词是哪三呢？然后异类的比较是用哪三类？异类，那你比较的两个东西是不同的。而说马比驴快，马比驴快，大力碰不着啊，马比大力碰不着。他们俩不是都是动物吗？我的问题，他们俩不是动物吗？究竟说那两个都是动物，那我的问题说，你同类跟异类你怎么界定？马跟驴也都是，是不是都是单体还是什么偶体类？有四只脚的。对，那它都是动物，怎么把它看成异类？一个是马，一个是驴。那这你说男人跟女人，你可以说他都是人，可是你也可以说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它到底是同类还是异类呢？不是，男人跟女人可以说是都是你说一个是男人跟女人，就是你界定的东西，譬如说你刚刚说台湾人里面，你是讲了说台湾人里面，高雄人比较黑，台北人比较白，那这个就是你把把它归成不是同类的人。我刚刚讲的是高雄人比台北人，高雄人比台北人是热情，所以高雄人也好，台北人也好，这两个都是人，这两个都是人。那你说刚刚我们谈的马跟驴，这两个是一个动物里面两种不同的类型。驴跟马，那美国人跟台湾人是同类还异类？同类，但两个都是人。野马跟赛马也是同类。野马跟赛马是同类，两个都是马。只要那个音一样就是音人跟人，马跟骡两个声音不一样就是
那男人跟男孩是同类吗？如果今天男孩跟女孩，那男人跟男人跟男男孩，那同类。如果对于人来讲，你要是要看啊，什么？我说那个分类，那不是跟男人这个，你只要的那个类是依照你的范围的大小嘛，你的界限分类的大小，你要去看从哪个来去界限啊。你说太监也是男人呐、好啊，那这一方面的我们就接下来这个层面会有一个举例会说明嘛。那这边是技术里面就有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那这里呢，do 呢，你这可能就是对不了。我们这个已经早就念完了哈。do 了，你这可能就这个部分呢，do 是起止，这边是起止对不对？那你这个部分呢，只能用的这个从格的助词里面只能用呢，不能用来啊。我们刚刚提到什么？从台北到高雄，礼拜一到礼拜三啊，从几点到几点，这一类的都是用呢。那中文里面可以也是指嘛，可以用指或者是到。所以大致上我们在从格的分类这个技术里面就可以知道有好几种，一个是真实的从格，以思从格，以及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以及起止。最起码在技术里面看到这几个分类啊。我们一起念诵：内类中古格对贴，中古格对贴，中古我啦康家推，日团干呢，米团来，对啦，捏着，可那就。所以这个寄送大致上理解了吗？在刚刚我解释的过程当中，所以从格只有两个助词呢来，用这个来说明。那我们就看接下来什么叫做从格？那命啊吧，中空给团康一呢，那命啊吧，中空给团康一呢，那命啊吧就是第五个嘛，那命啊吧，中共就是从格，对不对？从格，团就是含义，那是什么康一呢？所以第五从格的含义是什么？那回复的是我们一般会也可以这样去说：康熙康了，那把粤北团，东北呢，中共写决斗，康熙康了，那把粤北团，东北呢，中共写决斗。说康熙康了，就是康熙是某种事物，某种这个康熙，或者是任何一个事物，康了某种事物，表示某种事物的出处，就是康了那吧，就是出处，它是它的出处或者它的居住那。康熙康了那帮或者出处或者是由来。我刚刚是有了，比方讲到是那个羊毛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羊身上来的，对不对？所以龙年撇它的出处是什么，或者由来是什么？由来是羊。右格是从哪里来的？右格是从我们呢学，是吧？我们呢学，所以这是在讲的是它的由来跟出处，以及何方，以及也基于何方是存在等义理。所以就是它这个从格呢，主要是讲解是某种事物是它的出处或是由来，以及它是何方是存在的。叙述这一类这种的句子的时候呢，我们用得到这个从格的句子，所谓的从格啊。好，接下来呢，总共了几千年，也呢，卡最约堂，总共了几千年，也呢，卡最约堂。所以一般来说，几千年就一般来说，几千年，一般来说，第五那个从格，它分几种？从格一般来说可以分几种啊？总共了几千年，也呢，卡最约堂。一般来说可以分几种这个从格。几千年先呢？几千年先呢？因为我这边中文就已经讲了说，藏文里面没有说这个词，即使它是缩写，其实实际上是讲的时候是一般来说，几千年先呢？总共为什么？总共掐着搞了俺对不说看嘛越多总共为什么总共掐着搞了俺对不说看嘛越多。所以我们刚刚在技术里面有没有分，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就重新跟你们说它有分几种呢？那我们说总共问就是真从格，真实的从格，然后是私从格，我们刚刚提到嘛，对不对？技术里面，然后呢，嘎罗就是私从格就是总共掐扎，藏文是总共掐扎，私从格，总共问就是真从格。嘎罗就是比较，那比较我们有分两种，是不是？刚刚讲到什么两种比较？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再来呢，对吧说旗帜等等，这里就叙述了这四个比较里面分两个，那就5个嘛，对不对？还不止，在这边就讲到这4、5个，因为技术里面提到的部分很多的意思，看嘛越多是忙不的，对。这个吗？这个的吗？鱼尾约头，我们文法里面讲到的第一个的时候，约头就是结语嘛，终结约头，大致上分类，我们这边分类大致上有5个，对不对？总共问，这是真实的从格；总共掐着私从格。搞我比较，那就搞我有2种，叫日团搞我，日米团搞我。日团搞我就是同类的比较，日米团搞我就是异类的比较。那再来对我就是旗帜，
5个。好，那我们来看，刚刚讲到说有真重格的例句，我们有真重格，那真重格是怎么来例句呢？我们怎么看？我们都要用拿来，这有2个助词，因为重格有2个助词，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学中，我们呢学中，我们呢学中，就是优格是来自于牛奶嘛，或者说从牛奶产生优格，从牛奶句型是这个，我们的学中从牛奶产生优格，优格来自于牛奶，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异吗？有差异吗？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学中就是因为它是从我们讲的重格，对不对？它是真重格嘛。优格是真实是从由牛奶里产生的嘛？这是真重格。真重格的你要用来也好，来也好，这2个助词都可以任用。如来培种，如来培种，如来培种，这个培就是羊毛嘛？那羊毛是从哪里取自于什么？羊毛取自于绵羊，这也是不是真实的？如来培种，穷是取得到的，所以如果这样子应该直翻的话，就变成是羊产生了羊毛取的，从羊取得羊毛。如果再进一步，从羊身上取得羊毛，但是藏文没有那么多字来着，只是说从羊中取得羊毛。而且我们有一句成语“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以用这一句。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以呀。羊毛出在人身上，别龙年中，别龙年中，你是如果要别你羊毛，别你陆来中。羊毛出在羊身上，便宜路那种，便宜路那种。1分钱1分货吗？对，羊毛出在羊身上是1分钱，是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就也是重格便宜路那种一样，那个差不多这里吗？可以啊，两个都可以，粘上粘，对，便宜路那种，两个都可以，因为它是真实的重格，真重格呢，两个都可以替代，这个2个助词粘来都可以。
这个咧可以取代念。说那个泥吗？那个泥是我们通常是有时候是可以翻成所谓的所谓，或者是这是一个强调语句。这个泥，你不加也可以，别努力穷。如果你们现在没有教过这个泥，那你不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因为泥这个也是后面会讲到这个泥的用法别努力穷。所以这个句子就是真实的从格。然后在这边看六年外来냠용吞六年外来냠용吞六年外来냠용吞六年lạc lý lạc ba lên lạc lên 对 lạc lên 其实lạc lên就是手取lạc这边的不能直接说手取lạc lên就是那个真实的实作，不一定，这不是手实作，就是你只是在口头上说，实际没有做，那你就没有不是lạc lên，你是在实际做了，就叫lạc lên。lạc lên可以在修学上面，在人家旁边就实修就是lạc lên所以lạc lên虽然是用了这个手跟取两个词，但是这两个是不是指意思是不是说手取，一定他的意思就是说lạc lên就是实做，实际上有做就是lạc lên。也就是我们通常的你说的，但是我要先要取得货，我要取得货，手上得到货才有继续的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手上得到货的说什么都是空话。所以实做是lạc lên，至于那经验得自于实做lạc lên来냠용吞，所以这个냠용就是经验냠용那个吞就是这个可以得的意思。这边经验得自于什么呢？实做，你做了才会有经验嘛，你不做就不会有经验。吞就是得，一般我们吞也有是去了吞，就是出去外面，就是离开吞吧，体力吞吧，声音吞，我们通常说明天离开，声音吞给你这个是会用到这个吞。那这里翻不能用这个说明，这里的吞就是得到的意思。经验得自于实作这个是可不可以是说是真从格사분레 누구중 사분레 누구중 사분레 누구중就是说苗芽生自于种子，沙分就是什么呢？
种子。那牛是苗芽。那种也是德，那这边可以翻成生啊。其实实际上直接翻译种子生苗芽，是不是？种子生苗芽啊。所以这一类这个句子都是真从格。等流果啊，比如说牛奶是优格的直接音，然后绵羊是羊毛的直接音，有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吗？直接音，比如说种子是苗芽的直接音，然后间接音是水啊土没错啊。所以真从格是有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吗？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看成是直接音嘛，直接音。那牛奶跟优格也是啊，那个可能那个酵母是它这是配料嘛？对，那个是它的一个，不是直接就是一个圆，它的圆巨圆，所以真从格有那样子的意思在里面吗？现在目前来讲，这几个都可以这么去想啊，直接音，它的直接音。如果是既是直接音，又举不出就是又举得出是真从格的举例，但是它不是直接音，那就它就不等于嘛。但是如果是举不出的话，那就都是。因为藏文不够好，社会学也不够好，所以举不出来其他的例子。现在来看，这两个都是可以理解成直接音，直接音，因为直接音跟间接音是有时候是会说中间有间隔的话，就是直接就变成了不是直接音嘛，像比方说第一刹那跟第三刹那，第三刹那的音虽然是第一刹那是第三刹那，但它不是它的直接音，直接音是第二刹那，它是直接音嘛，但是第一刹那是它是不是真从格？它是真从格，它是从那边，它是真从格。好。那真从格一个技术里面讲到什么呢？假引囊呢，包糖，假引囊呢，包糖，东给囊呢，开不得，东给囊呢，开不得，马车错了，出血糖，马车错了，出血糖。家族起来，脑不穷；家族起来，脑不穷。甲乙男呢，在百人当中，这虽然是这里没有写人，就是指的是人因为是包嘛，英雄，所以百人中出现英雄，包就是英雄。如果这里八木，这里用个马那的木，八木就是女的英雄。包就是英雄
所以100人中出现英雄，几率太高，几率太高。这也是真从格，确实是他那个100里面举出来的。东跟南你看吧，东就是万对不起，我翻错了啊，东就是千，不是万，怎么变成这个是千。好，谢谢这个千人中出现智者，东给南呢开巴的，开巴是智者啊。这个可以说明是真从格了。马志错嘞，出西堂。这马志错是一个湖，马那错湖，就是直接马志错是在一般的马赤是理解什么？赤就是有温暖，那马赤就是非暖、不暖的意思，不暖。但是我们这里的是马旁用处，马旁用处知道吗？马旁用处就是马志错是一个湖的名字。马旁用处是马那错马那旁错我这里反正马那旁错，所以马那错是在阿里区域，在那边康迪斯附近。从那个里面呢，那个湖里面会得到什么呢？沙金。这个也是这个沙金是取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马旁用处，这也是它的出处或者是来源，真实的来源嘛所以这是真从格。家族起来脑不穷，家族起来脑不穷，家族起来脑不穷。所以从大海中可以取得珠宝，脑不就是珠宝嘛？那家族起大海，那来就是从，所以穷就是得的意思。那这一类的拉萨来都用了这二者的从格的这个助词，这样从格真从格是已经了解了吗？那我们现在比较真从格跟思从格嘛，现在接下来是有思从格沙金。你什么叫沙金？石头的金在里面，水里挖出来。应该是跟下一句跟下一句是躺不是得嘛，对不对？跟下一句一起看。这个吗？对。这个汤是汉嘛，就是它是连接，它要马这出来就是汤。汉家族起来脑不穷，这个汤是汉的意思。所以上头也是两句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汤是也是，其实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那个什么一个是这里讲的汉，它是汉。另一个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是说是有孙简卡贡的马贡，刚不卡贡马贡。
但先理解上相当于是汉的意思，因为这两个是，你看两个都是譬喻是差不多一起的，那这两个是一起的。那甚至我们上个次遇到是有什么刚把卡贡到木贡，就是有简跟，你们还记得吗？啊，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是上的，有简跟不，中文用的什么词句？要多一个字，或者是少一个字，在计数的时候，我们要学计数的时候，非补缺跟补缺的含义里面，如果是你不加糖的话，是第一呢，它句子不，这个里面字不够那加上去的刚刚好。那另一个是叫汉，那因为这两个是讲的是同一类的，这样理解吗？如果是真从格的话，是那类是任用，没有规定啊。现在这里是用的都是真从格，所以真从格里面呢，这从格的柱子有两个那跟来，你任用。那有没有从藏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觉得什么时候用雷好像比较顺，什么时候用雷比较顺？就前面那个字的音，你就自然会念出来用雷，然后后面那个字的音，你就会觉得接过去雷比较顺。你这个地方吗？对。假如难规定，但是惯用会变成这样。惯用的话，用这样的比较顺。就后面有拿就接雷，然后后面有差。没，因为这个是不用看，那来是他没有去看前面的后加字啊，他没有用看前面的后加字，不用，他是不用看前面后加字，他只是针对是不是真从格。然后惯用的话，假也囊类包糖是你要用 less 可以，但是这边我们这个技术里面惯用就已经是用两个 来，马这错呢出西糖，加速器呢挪不穷，也用来也是可以，这两个说用拿上呢就也是可以，马这错呢出西糖，加速器呢挪不穷，可以。但是这里呢刚好用了两个来。是从格，那就是不是真从格了。那哪个呢？查吧。哪个呢？查吧。所以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从格还是真从格？鱼从天降啊，是真从格吗？我这边明明写是从格的例子但是你们会觉得这是真从格吗？如果你说水就不对，可是你说雨是从天降，不然它从哪里降？雨是从天降，没错，它的来源是天吗？云啊。那你天的定义是什么？天空啊，云也不是天呐。雨也本身不是从天产生的。你刚刚讲到真音嘛，所以那个如果依照真音来讲的话，雨的真音是天吗？但是天的定义是什么？地以上就叫天吗？地以上是天吗？对啊，你天从哪里开始算？从你的头顶这边1公分、2公分、3公分这样算上去吗？这个你怎么算？天有有好几种分类吗？不是吗？虚空有不是有2种吗？
无为的虚空和有为的虚空不是有样吗？啊，只能包括这两个了。你要想这个也可以，你就从鱼是从这边下的，可能没人这么说吧。是鱼从天空下，是大致上大家了解的是哪一个天空？所以这个鱼，它的真正的来自不是天空啊，它的取自的真正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它是丝虫格？四重格，相似类似重格，它不是真实的重格。卡巴雷给的，卡巴雷给的，卡巴雷给的，电话转身电话传声，这个声音是电话传出来的。那真正的声音它是从电话吗？这个声音声音的直接音是不是电话吧？虽然电话中会传声音，我们讲电话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嘛，那个声音的真正的音是电话吗？不是。你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这样子的话，算是直接音还是你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所以这个电话里传出那个电话里传出那个电话就不是那个它的真实重格不是真正的来源，不是电话。可是我现在主题是你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从电话里，对不对？是从电话里传出来的话，所以那个声音主要真正那个直接的音不是电话。也不是声音吧？不是，声音是声音，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升起的？真正是人的口，比如说人的声音的话，人的口中不是电话。虽然电话当中有传声音，但是这就有点这边讲的丝重格。这样可以吗？这像下面句子，下秋来为囊，下秋来为囊，下秋来为囊，光自东照。其实光来自于东照，就是这个光呢是来自于东，但是这个东方是它的真实的音吗？不是嘛？光是它真正是从太阳，或者是如果是月亮那种，真正是它的音是，如果是月亮的光的话是月亮，太阳的话它是太阳，太阳的光的话它的主要的音是太阳。那东方只是不是它的真实的音但是有一点我们光是来自于东方那就是它是有点它的重格是像类似，这样了解吗？再一个比喻，我有
举了，因为我就知道你们好几个都这上面会有疑惑，再举了一个例子，土空难呢，土啊出入，土空难呢，土啊出入，土空难呢，土啊出入，土是烟嘛，对不对？啊，那土空是什么？烟囱，从烟囱当中冒烟，所以这个烟的音是烟囱吗？不是嘛？是不是？啊？所以是重格啊这里呢就是都不是它的音，真实的音，知道吧？这样四重格跟真实的重格了解了吗？区分可以区分出了吗？哪个呢？差吧？哪个呢？差吧？哪个呢？差吧？卡巴勒给达，卡巴勒给达，下丘勒维囊，下丘勒维囊，土啊囊呢？土空囊呢？土啊出入，土空囊呢？土啊出入。哎，出就是冒的意思，冒出来的意思。哎，有什么疑惑？跟什么重格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这两个真重格的句型跟四重格的句型有什么不同？真重格跟啊？啊？我是说，如果是真重格的话，对形容的是在后面。这个不可能用卡巴的话，不可能成为真重格。对啊，米看你给的，米看你给的，人变成如果你人的口中，那就是这个声音，米看你给的，米看你给的。人口中发出的声音，那就是变成了真重格啊。你看它的音是这么的，比方说这边的土这个烟的音不是烟囱啊，是不是？是火啊。音在后面，音在哪里？这没，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前后完全没有关系咯。主要一定要看它的音是不是？内容去区分是真重格还是四重。不是从结构，是内容，要弄清楚。如果是这边讲的是 minute 土啊，那就是真重格。烟，如果这里是火变成火 minute 土出，这个烟囱改成火，那就是真重格。这个东方变成太阳，这是真重格。这个电话变成人的口中，米卡列给的，那变成真重格。金半年差吧，
真从格，这几个都可以改成真从格，所以也要改句型啊。这个改内容不是句型，改内容不是句型。这样真从格跟内从格理解了吗？啊，那我们先休息吧，还是那我们就放台湾讲话。今天下雨，好，那不用，我们就是继续上，先放那个休息。
对对对对对对这有争议，对幸福来自于心，网络留言就爆表了。还是幸福来自于没有台风幸假？福，幸福来自于仁波切提前下课。什么？这个是还是是重格还是真重格？幸福来自于心，台风假吗？因为心没有要放台风假，对台风假是4重格，对，啊，是吗？哇，那这样本来弄不懂，一下子就懂了。反正4重格抓不到那个感觉。台风假我们就理解了。好，是重格。推塔连，罗丁去你给，推塔连，罗丁去你给，去你给，推塔连，罗丁去你给，推塔连就是现金嘛，推塔的或推塔连。是现今的意思。罗颠就是具智慧的人，就是智者。具颠就是具的意思，罗这是心嘛，其实这是智慧，就是具智慧的那智者。K 尼基就两个，有2个人，有2个智者，所以 K 尼基这个基是什么？奏歌嘛，是不是？我们上过嘛，对不对？这个是奏歌。所以先秦爱者智那2位智者呢，做了什么事？七年波，准备。남네 셰 칙년보 준비 남네 셰 칙년보 준비 남네 셰 칙년보 就是庙宇，念不就是好听的意思，所以这 칙 就是语词。所以就直接翻成了庙宇。紧巴就是喉咙，紧巴。紧巴，准备蓝就是喉咙的那个道。蓝是道嘛？那这里就写成是从经过喉咙嘛，所以就一个经过喉咙的话，喉咙也变成了道啊，喉道。哦，就是那个声音是从喉咙出来的，所以紧巴。这边有个属格，那个蓝跟属格是结合在一起的，喉咙的路。翻的路吗？啊，什么？声道，对，就是不是说一个唱道吗？有人说他唱道，所以他因为那个藏人，他不会讲唱道的这个词语，他是唱道，他就说迷路了。食物迷路，还有还是转达，已经表达到他的那个含义，走错路。
刚刚为什么？那一页这个嘛，枕边蓝脸穴，喉咙，因为刚刚翻成什么？声道，穴就是收的意思。탑 캐베 탑 캐베 갸즈 타네 꼬르 탑 캐베 갸즈 타네 꼬르 탑 캐바 就是善巧 탑 캐 就是善巧 탑 캐本身就是善巧，那有个吧，那 탑 캐吧就是变成一个人，善巧的人 탑 캐吧。那这个善巧的人说他做什么呢？假如就是大海，他就是海边，过就是绕，从海边绕，以善巧沿海绕。这里也有个拿撒呢，我没有标到，这里是那个从格的助词拿撒呢啊，臀脑部啊，这个没关系啊，我已经写到，这只是没有把它没有变红色而已。拿撒呢？臀脑部，臀脑部，甲垂定脸浪，臀脑部，甲垂定脸浪。那这个翻译我们就是有点珠宝海底，不只是珠宝，因为臀脑部实际脑部就是珠宝，那臀脑部就是实际的宝，实际的珠宝，或是说真实的珠宝，从哪里取？那个浪就是取，甲足就是大海，定就是底，海底，所以甲垂定就是海底，海底。这里有个属格嘛，对不对？我们学过的甲撮乙定或者甲垂定。定就是底，海底。浪就是取，从海底取。所以这个呢，这个寄送里面用了从格的3个助词，所以它是你们去看它怎么变成了4从格呢？这里有个从的，这个二者智慧智者呢，青年部枕边蓝脸穴，那个好听的言语呢，这个妙语是从吼声，这是4语吗？这是从这个4从格，是不是4从格？妙语是应该是从哪里啊？你有喉咙，不代表能够妙语啊。喉咙会声声音
喉咙会生声音，但是这边讲的妙语，所以这是四重格啊。仁波切第3句的那个背，第3句的背奏歌，奏歌吗？奏歌对，背奏歌对，奏歌对。就是讲人嘛，对，这个善巧是一个方面，善巧者。从沿海绕，所以这里的你其实不写也可以，因为它不是重格，也不是它不是虽然是重格，但不是这边所讲的真重格跟类重格，不是。它是从哪里，对吗？假设他哪个，他是他是从哪里开始讲到的？是重格，这个只是重格，但是它不属于真重格以及四重格。所以说，臀脑部假决定年浪，它主要是从海底取，所以说海底取，从海底取的不真是珠宝吗？不是啊，臀脑部实际的比喻成宝。就是你要是我们要，比方说我们要舍取，要什么舍，要取什么，我要取的部分，这个宝是譬喻成这个你要取的实际的，要该想要的那个怎么说就是。在内心上面的快乐也好，或者是真实的意义上面，而不是在这个宝上面。那个宝是这里的所讲的珠宝海底是，只是譬喻，把那个你想要的那个呢，比喻成宝，比喻成珠宝。因为这个发音我们就没有加这个臀的部分呢。珠宝海底捞，那这个珠宝海底捞就变成了它是什么呢？珠宝海底捞变成什么呢？珠宝从海底捞就变成了真从格嘛？真从格。那藏文里面就没有加，藏文里面有个臀偶部，所以有个臀发音里面。把那个臀漏掉了，所以就看上中文，看中文的时候就变成了它是真从格的类似。在中文来看的话，珠宝海底捞就变成了真从格，其实是它是四从格，它还漏掉了这个对臀就是那个实际真实的。不是，宝物是真实，把那个你要的是把要譬喻成那个宝，如像我们要
珠宝是从海里取啊，所以如像珠宝从海里取的那样，我们以我们的真实需要的，比方说心里的快乐啊、自在啊，是像那样来取。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是他不是在讲那个对。像这边讲的是特克贝假如他那个是他因为方便善巧的话，他不会直接讲，他不会直接，他是绕着的时候呢，他就譬如说绕海，就是沿海绕，没有真正不需要智者不用去沿海绕啊，那就是譬喻，你了解吗？也在去外面找他是就是用想尽办法，他是不会直接，所以他就会向就是沿海绕。这是沿海绕，是不是真是去沿海绕啊？这是譬喻上网。比方说你要学一个东西，你要得到一个什么事情时，你会不会用直接？如果是你也没有办法想要得到的话，你会想尽办法用尽各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一个比喻成一个这个沿海绕啊。我们之前学习会想说那个烦恼跟业是来自无明。那这个来自这边用的这个是四重格还是真重格？真重格啊。好，那再来就是，可是会造作这个烦恼跟业的是人啊，心啊，无明啊，无明就是心啊。所以无明来自于业跟烦恼是真重格。业跟烦恼是来自于无明。好，那我刚刚又想到另外一次。对，这个譬喻就已经用上了。业跟烦恼是来自于无明，真重格。四重格，对，四重格，袜子来自于商店是四重格。这样就譬喻上。那我可以说手来自于父母吗？手来自于父母。我的身体来自于父母。身体来自于父母。是四重格还是真重格？身体来自于父母。对啊。真重格啊。你的身体就是来自于父母的父精母血所产生的这个身体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还有其他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念诵那个修行法颂。因为说刚刚讲到是7:8那个8点40分要结束嘛。因为今天会路上还是会风雨很大，所以早点。对，有人住在淡水。OK。那你身边他们见了一些脑部来了，全球准备300亿大多几把真把小，看到苏当筹备起，当年国内面大型，先了300大把亿，超多几把真把小。全浪滚度人巨拉，到今年末见嘛他，大先没入前边那真头当年多把小。
让心眼别心间你地度差不能通这人间跌宕拆把心你把各位紧紧修打了心给差多给西古拉索米里边全国让给两把他这个先了不我修看了大给偏大呗热我气我看西给心都米里女起那心眼谈把打我修东南外当举报以偏的马南滚了呗马一对呢东野滚上外打了两把修铁大滚将去接给多边前面马把去跟就马的西边了前面千万来追修好谢谢晚安下周见